大家有冇覺得唔知由幾時開始咧，我哋都習慣將所有嘢都用力過猛。講緊嘅可能係你好用力去工作，好用力去社交，好似係做任務咁樣。結果咧搞到自己身心都好攰。但係講緊近年，我覺得生活其實真係越簡單越舒服。所以其實我哋無論係邊一個方面咧，都要學識簡化生活。當你慢慢學識放低工作、社會，你就會發現嗰一種輕盈嘅狀態，其實就係最舒服。就好似我覺得最靚嘅頭髮狀態，唔係我哋平時疊加幾多嘅造型俾自己。正所謂 bad hair day 係真係會 bad mood 㗎，我自己之前經常都有。所以可能係嗰一種清爽、順滑得嚟又自帶光澤，唔需要加其他嘢咧，已經好完美。其實就算我嘅護髮流程咧，一直都冇大家想象中咁複雜。每次洗完頭之後咧，只係好簡單2個 step。大家都識 Tresemme 啦，但係你知唔知呢一個黃牌黑金髮膜我超級中意。頭先大家套用嘅時候咧，可能你會見到佢嘅質地咧係比較結身啦，同埋好 rich 嘅。但係其實咧佢係一啲都唔立。依家吹埋個頭咧，俾大家套把頭髮咧，個光澤感係會靚到黐線。即係連頭髮都未梳嘅，啱啱大家都應該見到我用佢哋呢一支黑金護髮油，因為咧佢係乾濕頭髮都用得嘅，所以平時吹頭之前啦，夾頭前後我都係用佢。佢咧係呢一個冷壓萃取嘅馬魯拉果油，所以咧可以幫我哋抵抗到230度嘅高溫熱傷害。你睇我依家把頭髮見邊度？把頭髮靚到你望下，所以基本上成個系列包括沖涼房呢2支嘅洗護都係用緊佢哋，同埋我想講佢全個系列咧都係有護膚級精華，同埋係勁香噶，所以超級推薦大家真係趁住依家萬寧做緊限時優惠，一定要入手。就算連護髮咧，我哋都唔需要非常用力，簡單呢一 set 咧就已經可以令你擁有呢一個最靚最自然嘅 salon treatment 效果。